佢話佢有自己嘅反思，我問佢嘅反思係乜嘢？佢用一句話嚟總結嘅就係：女人好識得兩面三刀，有男人唔知道嘅陰暗面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廣州土著頻道，我係方亮。自從嚟咗美國之後，每一日都有機會認識到新嘅朋友，亦有機會聽到新嘅故事。今日呢個故事我聽完之後，沉默咗好耐。一位喺新西蘭生活咗20幾年嘅林先生，最近移民嚟到美國，同我傾起咗一段佢嘅婚姻。而家坐喺我面前嘅呢一位就係林先生。林先生話一段從真心開始，但係後嚟太太出軌，自己戴一頂綠帽。林先生咁樣講，佢話方亮，其實女人亦有不為人知嘅陰暗面。到底女人有啲咩陰暗面呢？下面不妨聽一聽林先生佢係點樣講嘅。嗰一年我49歲，喺奧克蘭開餐館，做得幾好，就係一個人太悶啦。每一日關門返屋企，睇見廚房嘅燈熄咗之後，覺得我呢一世人大概就係咁啦。有一年過年回國過年，朋友介紹我認識咗劉女士，佢當年係33歲，人唔算好靚，但係感覺有一種柔和嘅氣質。佢同我講，佢從未出過國，最大嘅夢想就係想睇一睇外面嘅世界。嗰一晚，我哋一齊去大排檔傾偈，佢問我：你嗰邊嘅天係咪比中國藍呢？我話藍到好似藍寶石咁樣。我哋喺大排檔一直坐到差唔多12點，佢笑得好燦爛。我心裏邊諗，可能真係命中注定吧。3個月之後，我哋登記結婚。當時我覺得自己真係好慶幸。我喺度諗，咁多年嚟一個人過，而家終於有咗自己嘅家。我當時仲咁樣諗我哋兩個應該係會好幸福嘅。因為佢想出國，我幫咗佢。我要溫暖，佢能夠俾我。喺嗰個時候，我覺得兩個願望合埋一齊就係幸福。佢啱啱到新西蘭嗰幾日，一切都充滿新鮮。我帶佢周圍玩，周圍食，佢好開心，面上總係洋溢住笑容，好似花一樣。但係當新鮮感過去咗之後，佢就開始皺晒眉頭，不斷抱怨話呢度太安靜啦。我以為佢只係暫時唔適應，但係嗰種安靜對佢嚟講唔係平靜，而係孤獨。白天嘅時候，我喺店裏邊忙自己嘅生意，佢就一個人喺屋企。我會一直忙到晚黑11點之後先至翻嚟。佢話佢英文學唔入去，又冇咩朋友。佢開始成日玩手機加微信群。我問佢做乜嘢，佢話只係想搵人傾下偈。我當時覺得真係好正常，無聊嘛，搵人傾偈解解悶係好正常。到後嚟佢就話唔能夠再踎喺屋企裏邊啦，一定要出嚟做嘢。我話不如嚟店裏邊幫我手啦。佢話唔制，佢話要出去外邊睇人哋打工。後嚟佢就喺華人超市同埋中餐館都做過。我當時真係好傻，以為婚姻只要大家有誠意就能維持。其實喺嗰個時候，佢嘅心已經唔喺我嘅身上。有一日，我睇見佢放喺台面上嘅佢嘅嗰部手機個屏幕閃咗一下。我當時冇在意，用隻眼瞄咗一下，結果睇見有一句話跳咗出嚟。嗰句話係咁樣講嘅：我聽日可唔可以去你嗰度啊？我想你啦。嗰一刻，我有一種唔好嘅感覺。我點開對話，睇到佢哋傾咗幾個月，好黃色。嗰個男人喺超市裏邊開貨車嘅司機，
嗰一日我做嘢成日都冇晒心機，心不在焉，差啲將一鑊熱油倒瀉喺地上。嗰一晚我冇返屋企，個腦袋亂到好似一劈漿糊一樣。第二日晚上我返到屋企，我問佢：你點解要呃我呢？佢好老實咁話俾我聽，佢話佢從來都未愛過我。聽咗呢句話，我成個傻咗。從嗰一晚開始，佢有時夜不歸宿。1個月之後，佢乾脆搬去同嗰個男人同居，而我神情沮喪，日日飲酒到凌晨。經過呢一件事，林先生講，佢話佢有自己嘅反思。我問佢嘅反思係乜嘢？佢用一句話嚟總結嘅就係：女人好識得兩面三刀，有男人唔知道嘅陰暗面。通過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埋後嚟我同其他朋友嘅交流，我發現女人真係好複雜，有時候真係好黑暗。點解咁樣講呢？喺兩性問題上邊，有時候佢哋為咗生存，佢哋可以同佢哋一啲都唔喜歡甚至係討厭嘅男人結婚，或者係同居。當佢哋嘅生存問題得到咗解決之後，佢哋會有好多借口，將佢哋所討厭嘅男人一腳踢開，出軌或者係離婚。現實世界裏邊就係咁殘酷。經過好長一段時間，我先至明白過嚟，女人之所以有咁樣嘅陰暗面，有時候你唔能夠講佢係壞，其實喺人性裏邊嘅一種叫做自保。佢哋怕窮，有時候佢哋就係咁樣通過揀男人去揀一條啱自己嘅跑道。其實啊，聽完林先生呢個故事，我相信好多人心裏邊都唔舒服。有人睇佢唔值，有人會講係咁噶啦，而家呢個世界就係咁嘅。但係我想講，唔係所有女人壞，亦唔係所有男人傻，而係喺而家呢一個時代，大家都太現實。有人為咗身份，有人為咗出國，有人為咗結婚而去結婚，亦有啲人為咗唔孤單，為咗有一個家而去妥協，到最後兩個人都唔係因為愛而喺一起，而係為咗各取所需。呢種婚姻可能真係會出問題。我真係識得太多好似林先生咁樣嘅男人，人唔壞，又肯捱苦，有責任，用一輩子付出愛、付出感情，結果最後發現感情唔係話你俾得多就有人俾你回報。好多人都識得講，當揾對象嘅時候，唔好淨係睇條件，仲要睇人品。但係問題在於去邊度睇人品呢？因為好多人為咗得到，佢會收起自己最醜陋嘅一面，展現俾你嘅係最好睇嘅嗰一面。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婚姻就好似係六合彩一樣，睇下你好唔好彩。不過仲係俾大家一句提醒，揾女朋友仲係要睇下對方識唔識得感恩，願唔願意過日子。有時候呢，人唔係被愛背叛，而係被自己冇睇清對方嘅真面目，同埋被自己冇睇清嘅現實所打敗。